你嘅媽媽就係你專屬嘅甄夫人。最近呢，哪吒2呢頻頻咁刷屏，八姑亦都唔例外。作為一個母親，對電影感觸最深嘅，莫過於大家都喺度羨慕甄夫人同埋哪吒嘅親情。但係八姑今日想話俾大家聽，你哋羨慕嘅母愛，其實一直都喺度。電影中哪吒生嚟就背負住魔丸嘅宿命，人人都避之不及啊！唯有母親甄夫人始終將佢緊緊咁擁在懷中，呢個就係現實中嘅媽媽。無論細佬哥係優秀抑或係平凡，佢哋永遠第一個張開雙臂，用無條件嘅信任話俾細佬哥聽：你係我嘅驕傲。甄夫人即使係公務繁忙，仍都會抽出時間陪佢踢下毽啊！哪怕咧俾人踢到滿身係淤青，都會笑住講：玩開啲，中意點踢就點踢。呢個似唔似媽媽們嘴上講住唔理解，但係總喺生活嘅瑣碎中默默咁付出，哪怕係一碗熱湯、一件冷衫、一通好囉嗦嘅電話，都係佢哋無聲嘅陪伴同埋牽掛。包括哪吒最終能夠逆天改命，離唔開母親嘅支持同埋放手。正如現實中阿媽拖住細佬哥，教佢哋點樣學行路，都目送佢哋遠行闖蕩，仲有萬般嘅不捨，仍然選擇尊重細佬哥嘅選擇。佢哋用柔弱嘅肩膀抬起咗所有嘅責任，又用堅定嘅目光送細佬哥奔赴前程。八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電影裏邊有一句台詞，同你度過嘅每一日，阿娘都好開心。呢一句說話，何嘗唔係天下父母嘅心聲？佢哋唔求細佬哥功成名就，只係願細佬哥平安喜樂。嗰啲被我哋習以為常，甚至被忽略嘅叮囑，都係我哋一直喺度尋找嘅愛。屏幕前嘅細佬哥們，或者我哋嘅母親冇電影裏邊嘅神通，但係佢哋用一生嘅操勞詮釋咗為母則剛。佢哋嘅愛藏喺眼角嘅皺紋裏邊，掌心嘅老繭更係藏住每一次欲言又止嘅牽掛裏邊。而我哋讀懂呢份平凡嘅愛，常回家睇睇，多陪陪嗰個永遠喺度等在原地嘅英雄母親。如果你中意呢一條視頻嘅話，記得點讚收藏，唔好忘記轉發俾你自己嘅家人睇啊！